为了打造优胜个人健康社区的理念，社会局结合单市长期照护发展协会等民间的资源，将免费伫长期照顾中心推广特色零。其中每天嘛专程到场，拄来甲所有中心的长辈做伙运动，配合新开开的音乐、卡达手棒。希望将健康老化的概念早伫130亿机构来巡回推广，因为对老人来讲，体适能运动就是延缓老化无风伴的。轻快的台语音乐，然后呢搭配一些简单的上肢关节活动，那速度会是比较慢的，循序渐进的，那去带领长辈做运动，因为他们不像社区或是一些健康的长辈，那可能会有一些身体的受限，那我们会常用的是器材，那可能比较像是鲜艳的方式，或像是我们的服装会是比较鲜艳的颜色，那先引起长辈的动机，那然后再进而去进行一些带领，然后让他们也可以动起来，然后活化筋骨，然后促进身心健康。会中市长嘛，以地震感谢中感谢长期照护发展协会等5间关注单位热心公益，来守护长辈健康。我们知道长照机构绝对不是每天吃饭睡觉的而已，我们觉得许多生活的照顾都感谢我们长照机构的人员，也感谢长照协会他们一步一脚印，能够打造出台湾更优质的长照品质。那也希望说借着这样的一个努力，让市民朋友都看得见，也希望说每个人都会老，只是希望要老得健康，老得快乐。那这一点是希望说大家努力的目标。社区表示，为了协助长辈养成运动习惯，已经打造台市第1间长辈健康俱乐部，嘛欢迎市民多加利用。台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。